有指引，讓我走上又是窄巷。尋夢像撲火，誰共我瘋狂？長夜漸覺冰凍，但我只有盡量去躲。幾多天真的理想，幾多找到時頹喪，沉默去仍失望，幾多心中創傷，只有淡忘。從前話說要如何，其實你與昨日的我，活到今天變化甚多，只有頑強，明日路終會更彷徨。你已慣了再沒感覺，別再可惜計較什麼。樂富。如果你喺樂富行去都要幾耐啊？3個字。仆街搭車搭2個字。唔好打羽毛球啊！羽毛球冇所謂啊，踢波啦咁。係啊，你做乜嘢嚟講？冇啊，影你相啫嘛，影唔到。佢連住都唔記得咗你啦已經。我覺得呢條友像就係你翻大陸咯，即係同你整張遺照啊嘛。翻大陸啊？6月尾啊？6月尾，因為我哋出埋今個月人工先喎。做邊間大嗰度話？唔係要最少做3個月。做彩虹啊？做1個月啊，兼職啊。個彩雲定彩虹啊？彩虹啊？我拉大隊去。好。收皮啊你！哇！刀下我唔想收。刀下流，一嘢打死佢。教會啊，唔得收。驚咩啫？驚佢拉你過去咩？話翻學校啫。話翻學校，中3選科講座。我邊度玩電吉他啊？電吉他啊？
你影咁耐啊？屌你！影唔到啊嘛，影相你影咁多。影相咧已經好忙啦。唉，真係之後先着花。遠睇似幅畫，近睇係豬扒。我都試下咧影幾耐先會冇電。我部機好快冇電㗎啫喎，睇影下條傻仔。冇錢啊！我知道呢條柒頭咧，咁無啦啦要陳咗咧，我帶啲冇效學生證啦，跟住有效學生證就嚟啦。叫咩？咁你讀唔讀書啊？你翻唔翻學啊？翻。我就嚟冇效咯。佢知咩？佢知有冇效咧？唔知㗎，你下年冇咯。下年都未知有冇啊？真係啊！得。幫到人好多都有這年度㗎嘛？咦，以為叫你添嗰陣咁。有時你行山行到幫人。